主后2022年7月18日，每日先眼光读经，圣洁也无。圣经提摩太前书，咱来对第4章1节读到第5节。圣神明明讲，伫后来的时期，有一寡人会背信，去趁迷惑人的邪灵甲鬼神的教示。即款的教示是对欺骗者的白贼来的，因的良心已经互魔鬼用浮红红的铁印有记号。因禁止嫁娶，禁戒一寡食物，就是上帝创造要互信佮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的。因为上帝一切的创造拢是好，若用感谢来领受，就无半项通拒绝。通过上帝话甲人的祈祷，就真做圣。以上，圣洁也无。有所教会出现假教师，破坏信徒对信仰真理的认知。保罗指出，这个丧失良心的变色仔，好亲像互魔鬼误引的奴隶，传讲鬼魔的道理，直到有人放弃基督信仰，去顺从欺骗的灵。因欺骗信徒的内容，就是禁止嫁娶，甲禁食某一寡食物，这两项拢甲禁欲主义有关系。关系禁止嫁娶，是当时有人教导信徒讲，基督真紧会再临，应当专心听候，甲迎旨主。假教师认为，婚姻会影响人的属灵专心度，败坏人的心灵，所以就禁止嫁娶。总是，咱对创世纪经文通知，婚姻是来自上帝匹配和祝福，通互生命延续，遍满大地，通参与上帝对创造世间以来托付人类治理美好世界的使命，见证信仰的内涵。更何况，准备先迎旨主再临和嫁娶之间，并无是有我无你的比赛。禁止食某一寡食物，可能甲犹太人的洁净饮食规定这个规矩有关系。利未记11章有详细记载洁净和无洁净的食物。有所教会的信徒，除了外邦人，必然也有犹太人。保罗的立场真清楚，就是食物并袂当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。食物本身无问题，是人的心思意念是毋是洁净才重要。所以，并毋是食什么物件就会影响到人的心灵，也毋是禁戒某一寡食物就会比较圣洁。一人是毋是圣洁，甲饮食的物件是啥，并无直接的关系。上帝创造的一切拢是好，人拢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，因为上帝话和人的祈祷，互这个食物变成做是圣洁，是清气。教会是一群互上帝竞选的人所组成信仰团体，以追求信仰真理，搁落实伫生活做目标。真正的信仰是对内心真实建立甲上帝之间和好的关系，持续显现伫外在的行为。的确有真侪人是出于对上帝话语有特别领受
来加入信仰。做是也有人毋是动机单纯来加入信仰追求的行列，只为无求建立个人权威、私利、地位，所以有特立独行的教导和言行举止。阮相信圣神的感动是多元的，每一个信徒拢有可能对上帝话语有新的领受，所以咱搁较需要重新转来圣经上帝的话，用祈祷来检视验证伊领受的是毋是正确。经验甲咱讲，有的信徒真正是单纯的为着追求圣洁生活，愿意伫啉食节制，保守婚姻生活，因是真实愿意付出代价去追求灵性成长的一群人。对因的领受和切实的实践，我会表达敬意，总是也着提醒，切勿绝对化个人的领受，以免过头自专，家己掠做家己才是对，独断独行。默想，圣经记载，上帝话语会伫逐个时代受传释，真理未受埋没伫历史的园林。圣神的果子节制，帮助人知所进退。圣经记载，上帝话语会伫逐个时代受传释，真理未受埋没伫历史的园林。圣神的果子节制，帮助人知所进退。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的救赎，互我明白真理，互人得自由，互我会明白迄落追求圣洁生活，无受教条捆绑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